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大家会记得咱顶礼拜去一个讲到巴拿巴对无？一个迄个足好诶头家啦，就是讲迄员工吼，安那伊拢无要紧，伊拢会当家扶持。啊来，咱今仔日搁要继续看即个头家因兜，敢是因兜对无？萨拉米是因兜着。哦，啊，这个吼，我后壁即个你看一看，这是迄个古早时有钱人诶泡汤哦，那是泡汤叫做三温暖吧。三温暖哦，你敢知影？迄阵就有迄落呢，迄涂骹是地暖呢，啊，而且个什物马赛克瓷砖，这有厉害。啊，老师后壁即个看起来做生伫落嘛，对无？迄阵诶体育场啦，因为体育场。逐个当摇看觅啊吼，咱今仔日要去对，啊若迄个顶礼拜无来，会当去转去看吼，也是足精彩吼。你共款诶一个国家叫做塞浦路斯，对无？即几礼拜拢伫讲这吼，1500当前诶吼。即个所在以前是做好起来呢，足侪国家拢想要来占即个所在吼。咱会记诶无？咱看地图就知影即个地点，即个地点伊诶东边就是迦南地嘛，啊，搁有就是叙利亚、土耳其啊咯，土耳其北边，啊，即边就是波斯啊，还是讲两河流域拢是对遮来。啊，你若要统一到欧洲，像要意大利向西边去。到西班牙还是向南边到埃及，所以不管你是对一位要去对一位，拢爱经过即个中心点。所以海港较早无火车，所以若有较大诶物件要运输，像讲你有木材要运，是一定要用船嘛，船就是爱行海路，海路即个所在海港，就是上中心点。是，应该是讲较早无迄个飞行机啦吼，所以袂当直接飞对无？用船。老师，即个萨拉米，之前迄意大利吼，意大利萨拉米诶迄个香肠吼，逐个若听着即个名，可能会想着迄种，听讲即个名诶意思就是盐嘛吼，足侪盐，可能是共款诶意思吼，这是萨拉米吼。啊来，即个所在。进前咱看起来这条啊拢足悬诶。即款条啊拢真是拢大理石诶条，是咱看了遮就知影讲较早是原年发达诶所在。嘿啊，有人知影是安怎伊会当用安尼圆圆直直诶无？上几步诶吼。千几当前啊，千几当前，无啥物机械啊吼。嘿，而且伊佫做爱起即种圆圆诶呢，圆圆直直吼条啊对无？条啊真济。是，即个所在嘛有经过啥物足侪国家为亚述啊，还是讲波斯啦，还是希腊啦，还是罗马拢捌来统治，但是遮建筑所留落来拢是罗马时代诶较济。可能拢去互破坏了啊吼。因为即个所在就是足重要诶，所以足侪国家拢想要来甲伊占遮。听讲即个所在是啥物人建立诶呢？是算作是迄个希腊诶人啦。因为特洛伊，咱知影有一个叫特洛伊诶战争，特洛伊战争就是希腊甲土耳其西北边诶一个国家诶战争。因战争有10冬久，有一个英雄伫希腊遐一个英雄，伊都因为可能是战争诶缘故袂当转去，所以就从伫遮留落来伫遮建立即个城市，甲即个城市诶名用因故乡诶名来号名，叫做萨拉米斯啊吼。是安尼。所以即个名是安尼来诶哦，毋是因为烟尘咯吼。来即个是啥物？为迄个啥物？迄阵因为咱有迄个新诶石器时代，因为咱迄个
考古学家有来分做旧诶石器，新诶石器，搁来着青铜。青铜是金属内底上大生发现诶，所以叫做青铜诶时代。吼，青铜时代一啊，直到拜占庭，咱拢哦，袂记啊，这在历史迄个时阵，有嘿啊，希腊啊、基督教诶文明啊，拢伫即个所在团点。啊，基督教诶文明当然，咱知影讲，遮尔大诶都市，有几个人来传道，有保罗、巴拿巴，甲约翰来帮忙，阁有马可，四个人要遐尔大诶都市来传福音，实在有哪有困难哦。吼，哼，对，所以因嘛安那分配吼，而且伊是对，即个真正是一个开始无简单吼，就是因咱即为摆会当看到诶，拢是遮叫做哦，会师啦，拢爬远诶所在。咱看即个城足大呢吼，咱看爬，拢嗯，目前无看起来，人住。嘿啊，看起来足大诶。你看遮个有啥物剧场演戏诶，非常电影，有神庙，因遮诶神哦，腓嘿，尼基诶人拢拜迄个女神啊，女神。哦，是，所以嘛是有教堂就对啊，嗯咱看着足济洗身躯诶啊，吼，这若是足济历史伫中间。你即个是去啥物所哦，在？你看，咱看遮拢是石头，咱全部录音。其实嗯，这是安尼钉钉塔塔。即间厝去诶时，伊下骹吼阁是有啦，就讲下骹已经有前代诶人去过厝。啊，因哦，为无去啊，因为地动还是啥物原因踮落是，去，啊，你哦，顶悬阁起厝，安尼定定塌塌一嗯，层一层，所以你来啦乌深落就有一定诶历史，所以哦，对遮石头就通看出人类诶历史。是，原来是安尼，所以毋是甲伊拍掉，是安尼安尼嗯，学落去会当嗯，看着以前人去诶物件就对啊。所以讲伊会当学差不多拢1000几栋，遮老嗯，了咱看着诶所在拢千外栋以前，都有人伫遮徛起啊。哦，啊，有人，佫安尼密步佫起，啊，像咱今仔日看见遮，咱像无嗯人住，啊，可嗯，能100栋后，遮足济人来起厝嘛，无一定。啊，哦，遮物件就带落涂骹，啊，顶悬佫继续起厝。对哦，是讲即阵诶人拢爱保存古早诶嗯，文化。因为保存有观光啦，伊咧观光会当收入嘛。哦，伊对哦，靠遮啊，逐位来看诶，就拢嗯，来开钱啊来看，啊，因都有收入啊。对吼，人足好耍诶吼，拢爱去看迄已经无去诶所在啦吼。嗯，为即个所在当看着即个是万啊，五人，嗯。而且罗马时代起诶，迄款剧院就是讲做戏诶，还是讲伫遮比赛诶啦，迄款。是这看起来都是竞技场诶缩小版，对无？咱徛伫诶，中会当讲话，拢若是会当听。你要晓唱歌嘛会使，你一个人唱歌拢毋免麦克风着，逐位拢听会着啊。真无彩老师诶录影吼，拢迄落啥物会摇，所以无法度看吼。无应该是有听着老师好听诶歌声哦吼。即个就是我后壁讲诶即个嗯洗身躯诶浴嗯，场，是毋是？嗯，小身躯诶所在啦，因为罗马诶遗址吼是，伊若到倒位拢一定去遗址啊。每一哦，个咱像欧洲诶足济国家内底拢有。因真正做爱泡汤诶，但是因诶泡汤空仔吼差足济，咱可能是一人一窟，还是讲查甫查某拢分开诶，因这拢规个哦，全部诶人拢安尼一窟吼，所以足济人伫遮会当八卦着对啊，对无？会当听着迄厝边隔壁或是会当开讲啦，会当开讲聊天。是哦，因做爱安尼。
啊，这就是进前会当你会当想讲进前是啥物马赛克诶，地哦，涂涂骹马赛克骹还有连马赛克诶。是啊，伊迄啥物下骹遐吼，听讲会当供暖，就是会烧吼，伊可能是烧啥物火炭啊，甲下骹，还是讲烧石头，还是烧啥物对无？甲下骹会当用安尼规个拢烧啦吼，是毋是？供暖系统，有人知影会当写来甲阮讲者，这就是老师后壁诶体育场，体育场，这拢做成诶呢。啊来讲了这啥物震惊？咱咧讲，因为即个所在，咱小讲一个故事来的。就是讲主前306年诶时，萨拉米有一个小镇，即个小镇是埃及甲北边诶叙利亚遮个国家，就是塞琉古，咱知塞琉古甲安提阿国王啊，甲埃及诶托勒密一世哦，两个要占即个土地，因为即个土地对因来讲足重要。对埃及来讲，伊若占着即个土地，安尼地中海拢伊诶啊。因为埃及是伫地中海诶南边嘛，啊，即地是伫地中海诶北边嘛。啊，伊若讲甲即地摕起来，安尼全部拢伊诶。毋过塞琉古呢，伊诶出海港拢是客家，伊绝对袂当互埃及摕去，所以两个迄小镇哦，用足大诶，甚至足相当诶成本来咧小镇。啊，最后那像埃及输去啊，安提阿赢，所以即地就无互埃及摕去。所以个保留个留伫塞琉古啊，塞琉古就是叙利亚即边。后来，所以后来咱知影推罗西顿有无？推着西顿遐个人就搬过来遮住。上大省是希腊人来遮住，啊后来就是叙利亚即边的人，佮有哪搬来遮住。所以即个会当看到，这是一个震惊的事。头前看的就是海，就是地中海啊。即个海就是战场啊，就是即个港口啊，大家拢要来抢即个港口。是安尼，所以听讲即个希腊，希腊有一个故事啦，就是萨拉米诶一个岛，因为即个岛是叫萨拉米斯岛，即个上面只有一个小镇足重要，因为即个小镇若是互波斯赢去诶时阵，安尼欧洲即阵可能拢改变啦。因为伊无赢，所以是安怎解袂赢？本地希腊遮雅典遮希腊遮诶军队差不多波斯军队诶1/10，足弱啊！波斯迄阵足强，因诶船拢足大只，伊到底占袂赢？毋过希腊遮就是萨拉米遮有一个，你看萨拉米有一个海港，是毋是足细诶？入去内底。会当装入去内底，装入去以后你也袂当出，大只船要入去，你当洗足困难。希腊遮船拢足细只嘛吼，伊就用办法甲因乘入来，甲波斯诶海军拢乘入来迄个，就是对萨拉米岛边迄个水道安尼入去内底，入去以后因诶船积缩在伫遐煞无法度当洗啊，因为伤大只。你要当洗足困难，从挡伫遮。希腊诶人诶，因诶船较细只，伊就对西边对东边两边甲包起来，对顶悬甲伊拍，拍甲因就走袂去。波斯呢就想要走也无法度，伊迄船家己动来动去，家己诶船烧动就对啊。无法度相战因诶兵互人掠去，足侪拢损失所以。迄阵诶司令官迄个总司令就看办势毋对，较紧走。走诶时阵讲敢若8只船走出来，其他拢封伫内底。伊出来兵就拢总退转去波斯，安尼伊就输啊，然后雅典就无，就是讲
雅典车来就无互人接收去，因为若波斯过来的时阵哦，因着甲雅典这边的无共，因遮拢是目前的民主的社会，也是讲政府会当讲是照雅典较早的方法，就是讲用民选，你若要做市长，哦用人来选，啊因迄边哦，波斯迄边毋是是独裁的啦，什么人？伊国王讲的就是啊，安尼啊，所以族者拢无共款。所以咱即阵咧讲的土耳其的萨拉米，就是因为即个岛的名叫做萨拉米。哦，对，咱拄则咧讲个萨拉米岛。转来讲即个土耳，毋是土耳其啊，即个叫咩所在？萨拉米海港，即个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海港就是因为即个名迄个人来遮所以用即个名。不过两个战争哦，萨拉米的伫遮发生的战争是埃及，甲迄个就是甲北边的国家来，另外个萨拉米是希腊甲波斯。是，看起来无共的哦。因为遮咱看到这毋是全部呢。遮有足济拢已经临海底，所以点味的人就是讲点水味点味落海底，就当看到较早的港口的情形。足济个建筑拢已经埋伫海底。所以海底有另外一个故事哦。若有会当迄个点水的人会当去看觅啊。有闲会当去遐行行的所以后来个地动，有地动就来毁坏普通一个大都市要毁灭，拢是因火烧啦，若无就地动。是，这就是人无法度控制所以伊到第一个港口就拢无可用，就完全放弃，无可用啊。是世纪第7世纪的叫人什么？阿拉伯的人佫是来侵占这个所在所以就拢完全拢无可用，因为水的深度也无够，大只船也袂当来。就嘛是有一寡土沙定伫遐对吧？无法度靠船就对啊。咱就想到圣经内面对倒讲到萨拉米呢。使徒行传13章第5节，圣经伊内底写讲，伫撒列米传上帝的道理，伫犹太人吃的会堂，也有约翰做因的帮手。就是咱知影讲，迄阵派来遮的传道人，就是巴拿巴甲保罗两个，佫有约翰帮助因，佫有马可都有对因来。诚济人拢来过即个所在哦，安尼逐个敢会记得啊？今仔日讲到这就是萨拉米一个为古早老日的首都，今仔日变成无人住的拍远的地方。这应该是后壁迄个罗马剧场的后壁对无？为后壁翕过去以前咱想要做有钱，而且做繁华的一个都市即阵拢沉落去，也是无人咧用啊所以世间的代志对无？世间的荣华富贵，随时咧变化变迁今仔日咱看安尼，无定着100年后，遮是诚做是个繁华的都市也无一定。对所以看到遮的朋友，在即个所在起一个赞以后毋知佫会当看到无但是至少目前是安尼会当互咱知影讲，互咱少年古早的代志。是，咱嘛知影迄阵保罗、巴拿巴足侪人圣经的人
因真正有来过遮个所在吼。所以后礼拜搁要继续讲什么所在咧？是南讲平对吧？南平，咱开始讲南平。是，就是听讲遐足水诶海边哦，所以你塞浦路斯的海边。对，还搁转来看。愿上帝祝福大家后礼拜一诶下暗吼，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个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啊。老师昨是迄个母亲节，咩讲？母亲节母亲节。母亲节，咱嘛是伫遮祝福每一个母亲啦。平安健康，而且吼永远拢袂互人袂记住，对无？母亲是足伟大、伟大。好，安尼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多谢。再会。